你要投票咯，地下的选举赌盘嘛愈来愈少咯。一寡地下赌盘为着要闪避追查，拢用代号互人落赌。像伫中华有组仔头是用蓝莓甲薄荷来代表无共的政党，若台中是用食鱼啊甲食空心菜，也就是硬菜来代替无共款的候选人。但是，就算用这种食鱼、食菜的暗号，也是去互警方看破骹手。那唔薄荷这段对话，唔是要买物件，是要缀总统大选的大号。蓝莓的部分当然是代表蓝营哦，那薄荷是代表绿，所有票来查获。因为这个主头他因为刚在收这些下注单而已。左头用蓝莓加薄荷代表无共政党的小水，伫台中有掠到用食鱼啊，还是食硬菜做暗号，共款唔是买菜买鱼啊，是代表无共款的候选人。以这一次的总统大选为结果标的，来在网络它的通讯软体里面，在通讯软体散布这个赌盘的一个讯息，来招揽不特定的人来牵注下赌。虽然这款暗号头一摆出现，共款有远近识破。台中警方这礼拜抄到3件总统的赌盘，签报的人数有180人。